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前尋寶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聽日10場田草私家3跑道，睇返之前馬寶記錄低，有一隻自己跟進就係第4場丁冠豪馬房開心宇宙。呢隻馬上次喺場次90跑同一路程，排咗個13檔，走咗400米之後咬到2、3位，最後300透出，去到最後100，林寶精神喺內欄穿上，俾佢衝贏咗，輸俾佢半個馬位，但已經彈甩後邊啲馬，4班馬做嘅時間快過2班標準時間。聽日原裝配搭，冇因上次拉唔到頭馬而換人，仲係俾金城江騎。金城江仲未開齋，難得練馬師同馬主支持，鬥志不用懷疑。今次排返個中檔起步，私家3跑道利前置型跑法，大家睇下佢跑成點，會唔會喺凱旋門見到佢呢？拭目以待。好啦，我馬中寶會繼續賽前尋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